最近温度高，奥运纸行伫室外实在是热甲冻袂调。今仔日除了平湖、金门、马祖，佮有本岛的宜兰，全台湾18县市拢发布高温警示。气象署表示，咱台湾继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未来这礼拜拢是热翕翕的天气。台东今仔日嘛有可能会透小风，提醒乡亲就要早日避免热伤害。 最近连续几天的天气拢真烧热，真侪民众是用要气在袂调。亲像礼拜台东金轮的气温甚至升到41度，创下今年上高温的纪录。8日气象署继续针对大部分县市发布高温的感觉小灯号，尤其台东县因为火烧风的影响，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，也那其他县市的高温也有34度至36度。 而我们特别要提醒的是，今天因为吹西南风的影响，在台东地区东南部依然会有焚风出现，仍然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。那台东地区的焚风有机会在明天就比较减缓一些。那到了礼拜三。 整个环境场会逐渐转吹东南风，那在东南风的状况下，西南部算是背风侧，所以高温的情况会更为的明显。 另外，今年7月、8月也是风台上济的季节，风台的形成除了受到海水温度的影响，前后太平洋高压的活动范围嘛是形成的因素之一。气象署表示，目前太平洋高压已经扩展到南海，研判至少7月中以前拢未有风台。 太平洋高压的位置仍然一直延伸到南海，而预计这样子的环境形态可能还会至少持续到7月的上旬，甚至是到接近中旬。所以未来1个礼拜，甚至到下周，我们目前是没有看到明显热带系统发展的讯号。 另外，气象署表示，拜三之前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，中部以北也有山区，也是爱注意轨道会到西北风。也若拜四、拜五落雨范围变小，提醒民众出门也是爱早雨伞、穿雨袜，也着爱避免日头的紫外线伤害。记者林小凯台北报道。